民进党立委洪新汉接劳动部长，不过台湾适龄者家庭看护雇主协会是认为讲，洪新汉过去的立场是较挖移工，无咧顾台湾适龄者家庭的照护需求。协会的另外，这协会嘛要求爱贴查就业安定基金，这30年来，几落千亿是拢用去对，嘛呼吁政府莫阁甲适龄者家庭逐个月收2000块的就业安定费。还我就安基金，停征残障税。雇主协会带适龄者家庭向新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发声，针对前部长柯明春和亚康讲，疑似黑白用就业安定基金来办演唱会，协会主张贴查30几年来几千亿基金用去倒，也呼吁对适龄者家庭停扣每个月2000块的就业安定费。今天移工不要做了，他选择逃逸失联。他被抓到了，买的机票钱哪来的？就业安定基金，他跑去安置中心接受安置，这笔钱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一样就业安定基金。协会也质疑讲，洪新汉立场长期偏心移工，无重视台湾适龄者家庭的照护需求，亲像是家庭看护工，雇主也未得到照护进前，就要付外籍的看护3工的薪水。这款入境一站式的服务，就是洪新汉立委期间所推动的。因为移工团体是认为讲，爱重视移工和雇主或者是中人剥削的情形。我是挺劳工，本劳、移工我都挺。有一些家事移工，他是受雇于严重失能的弱势雇主，这部分我会邀请卫福部来一起讨论。雇主怎么剥削他？我们的移工的聘雇的成本是新加坡的几乎2倍，从来没有在讲你要怎么履行合约。包括洪申翰今天已经变成部长了，他们主张移工可以来台湾之后任意更改雇主，雇主在剥削你吗？不是，那你是在诈欺我们吗？台湾立委同款呼吁劳动部重视欠工的影响，也有平衡看护甲被照顾者的权益，予适龄者的家庭支持。外籍移工有人权，但是难道台湾的雇主没有人权吗？有自己重症失能者都在那边会哭说，他说他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愿意选择结束生命，他不要去拖累他的家人。移工也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跟保障，包括福利。我们的长照3.0如何挹注在本劳以及移工的政策上的经费的协助啊，那让我们真正失能者有需求的人可以找得到人来照顾。目前国内适龄的移工人数有88000多人，雇主协会除了反对非法的移工就地合法，也建议对用违法劳工的雇主甲中人提出处罚，避免其他行业对适龄者的家庭抢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